也門係阿拉伯半島嘅西南角，紅海海峽附近，本來地理條件十分優越，但而家卻有80%嘅貧困人口，戰爭同內亂搞到活得好艱難，成為咗人道危機。戰爭令童婚愈加嚴重，1/3嘅女仔喺18歲之前就被逼出嫁，有啲甚至喺15歲就要被逼放棄童年，教育機會斷咗，女仔嘅識字率同讀書機會永遠低過男仔。60萬兒童嚴重營養不良，乾淨水源同醫療幾乎崩潰。聯合國將荷台達南部同塔伊茲低地列為極其嚴重嘅營養不良地區，最先受害嘅永遠係女性同女童。喺胡塞武裝控制嘅北部地區，女人出省出行都要有男性親屬陪同，就算係50歲嘅母親都要經過14歲嘅仔嘅批准先得出行。仲有女性喺檢查站被滯留幾個鐘，只因冇男性同行。呢啲規定剝奪咗女性接受教育、就業同醫療嘅權利。也門女性嘅經濟參與率好低，孕產婦嘅死亡率就極高。正式同非正式司法系統都係制度性咁歧視女性。人權觀察指出，呢啲政策係赤裸裸嘅歧視，亦嚴重違背咗國際公約。即使咁，女性仍然冇停落嚟，佢哋推動反童婚、爭取教育、提供避難所同生理支持，仲參與和平倡議，但代價沉重。女記者、藝術家同活動家被監禁、被禁聲，世界唔可以再沉默。請你關注、分享，俾更多嘅人聽到也門女性嘅聲音。你嘅一個轉發，可能就係佢哋生存嘅力量。